你这哪来的自信呢？你对象都黄多少个了，你替我把关，你快给你自己把把关吧。我承认，我看女人的眼光不准，但我看男人准啊。我看一个准一个，所有男人在我眼里透明的，相信我，帮你把关。你是 X 光机吗？你敢不敢？你还是根本就没这个人，你自编自导，你逗我玩呢是吧？别演了。亲爱的，你年前有时间吗？我有个同事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，想跟你聊聊。哦，我看你给谁发的？哼，你看他说了，这周末晚上7点，地方你定。杨丽说，陈法医有亲戚在高铁站工作，到时候就拜托他先带我进站，先上车后补票。难怪陈法医说吃暗肠。妈，这香肠好吃哦，跟我妈做的味道好像哦，你们尝一尝嘛。妈，哎，再尝尝这个。谢谢文叔。谢谢文叔。哎，我说你们过年都怎么安排的？我下周就回家了。哦。哎，这3月呢？不知道，到时候看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到时候你如果无家可归呢，就可以来文叔这儿吃年夜饭呢。不用，怎么可能？我妈天天盼着我回家，是吧？经常给我打电话。我这要回去，她不知道给我准备多少好吃的菜。我这过个年不得胖个好几斤啊？嘿嘿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还有几天过年啊？快了吧？要不我给3月挂个电话？打什么打呀？他一个小辈儿都不知道给咱们打电话，咱们打了说不定还讨人嫌呢。礼物啊，你说咱们回家过年吗？算了，回去又要吵，懒得回。你好，这边。你好，这边请坐。好，这是你的位置。好，谢谢。倒水。请问2位现在需要点餐吗？啊，先不点，我们等人齐了再点。好的，慢谢谢。他从哪儿来呀？北京还是上海啊？你们俩是不是没见过面啊？第一次见面啊？亚楠，他知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知道呀，我们就是知道了彼此的职业才确定关系的。真的？我想知道他知道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啊？能什么反应？正常反应。怎么个正常反应？您好，请问是周亚楠女士吗？啊，对。哦，骨灰盒啊，这是冯先生为您订的永生花，请您签收。哎，他人呢？哦，这个冯先生没有交代。小伙儿，打开我看看。哦。永生啊！祝您生活愉快。花到了，人没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吃不吃了？服务员，哎，来了。哎，点餐。不吃了。请问，我网银钱不够了，我现在找个 ATM 给你转，好吧？你先别着急。这事不对哦。你说他是复旦大学金融系博士毕业，在杭州一家大公司离异无孩，有房有车，还懂送玫瑰花，这么好的条件，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？为什么在网上找？那你想，正常人听了你的工作会不会觉得不舒服？他没有，他是个生意人，他不忌讳，反倒说非你不娶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这样，你把聊天记录给我，我让我警局的朋友查查他，行不行？你听我。他是个骗子。
亚楠，亚楠，你不能给他转钱，亚楠，听见没有？他是个骗子。你想啊，他是个大老板，他有钱。那你春节过来找我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你不要给他转钱，亚楠。我的工作，他们介意吗？你的态度对我特别重要。他有下属，他有亲朋好友，他干嘛管你借钱？你们俩才认识2个月。谢谢。你不要给他转钱，亚楠，他是个骗子。你转了多少钱？现在去撤回，听见没有 ？ATM 机24小时之内是可以撤回的，这是圈套，你不能往里跳。我愿意。对，我们在金站口这里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王姐。他还没到站，等一下吧。啊，谢谢。麻烦你了，杨林。大过年的，还让你过来陪我等着。没事嘛，干我们这行的早就没了过年过节的意思，能帮到你，我高兴的很。喂，妈。哦，我到高铁站啦。啊？真的吗？行了行了，差不多得了。可以了吗？快走吧。这边还没拖干净呢。我说行了就行了，收拾东西，赶紧回家。走。哎，你给我干嘛呀？我也……衣服拿上。不然我陪你吃包饭。什么意思啊？嫌我老了不中用啊？值班还要你陪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回家。来，回来。没走。这是单位发的，我儿子都给我买齐了，我用不了，正好拿回家孝敬你爸妈。不要。拿着。谢谢。过年好。过年好。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